嗱，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三培就肯定係違法噶。但係喺廣州咧，三培係代表住源遠流長嘅教育之光。咁呢三培咧就係指培正、培導同埋培英啦。今日咧，我就同大家只係講下培正同埋培導呢兩間百年嘅名校。嗱，大家應該好熟悉呢一條網紅打卡路啦。但係你又知唔知點解佢叫培正路咧？就係因為呢條路有間影響力爆晒棚嘅百年名校咯。嗱，培正學校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889年，最初起名係培正書院啦。佢嘅辦校歷經波折，地址係不停咁變更。當年有首粵語歌詞就叫做培正培正何光明，教育生涯慘淡型，可見係幾咁榮光又艱辛呢。1907年先搬到東山呢度建校，終於穩定咗落嚟。1928年更名為私立廣州培正中學。此後半個世紀，培正嘅校名係不停咁變。至於附屬嘅3間小學，抗戰勝利後合併為東山培正小學，此後呢亦都係不停咁改名。咁啊，一直到1984年底，終於正名為培正中學與培正小學。睇到呢度，芸芸東山少爺唔係咁易做噶。民國時期呢有句打油詩啦，真光豬嶺南牛，培正培英就馬騮鬥，協和小姐就溫柔柔，執進就老舉鬥。唉，你哋慢慢品啦。話講翻轉頭啦，而家嘅培正呢係985大學夢嘅搖籃喎。喺呢度讀過書嘅你，一定有難忘嘅回憶啦。嗱，咁啊，既然講到男校啦，咁大家一定會問啦，點解冇女校呢？有啊，女校就喺呢度啦。呢間廣州七中嘅歷史居然比培正仲要早，佢最早嘅前身就係建於1888年嘅培道女子學校啦。1906至1907年間遷至到呢度，1919年就更名為培道女子中學啦。喺呢度就讀嘅女仔呢，大多數係出身於富裕家庭，文化素質與修養係比較高嘅，帶住一份貴氣嘅友情。接住落嚟幾十年，校名又係不停咁改。1962年就改名為廣州七中，至今並開始招收男生。時至今日，佢仍然係廣州教育界不老嘅明星。嗱，講到呢度，好多人就會問，點解佢冇恢復原名？我詐個型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討論。講開又講啊，培正係曾經出現過女校嘅喎，原址就係附近呢間東山少年宮啦。大家睇下老照片啦，佢就係當年嘅培正女校宿舍同埋課室啦。而家已經見唔到佢嘅舊跡咯。嗱，今日咧雙培就講到呢度啦，你明唔明？仲唔明？唔明，返幼兒園啦。